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讲咱台湾是宝岛，水果水产第一好，特别是热天，往来西瓜拢大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来啊的来，读落爱来第五条。读来这是读白音，来是木本的树栽，落叶乔木，也就是秋天叶啊会落，开白色的花。啊，若生的果子或做来啊，甜又搁好食，是经济作物。茶嘛会当做雕刻。啊，若讲到咱台湾的往来，一年四季拢有。大月是4月到8月，民间风俗认为往来和往来饮烧碗是好彩头，往来会当做往来酥。另外，这里的文音读做梨，像讲歌戏搬依山倒海换梨花，梨就惯势读文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来啊瓜，这是咱台湾南部甲东部种的特别出名，又是咱咧讲的芳瓜、甜瓜、黄瓜啊、青瓜啊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语，人讲往来头，西瓜尾，这是用经验教咱，讲往来上界碗近地头的所在是上甜，啊若西瓜颠倒是离地头上远的迄边较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迄阵讲热人的时，食一粒来啊瓜，籽脆打个袂碍味。若是讲食往来甲西瓜，人咧讲往来头，西瓜尾。要食的时，先食较无甜的迄边，就会愈食愈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来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梨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